OK， 各位兄弟，今日呢間景觀 OK 嘛？你覺得 O 唔 OK 呢景觀？望出去冇咩遮擋，仲可以望住我哋個一條河景。前邊樓間距呢非常之闊落，望住別墅景觀啊！然之後呢真係非常之通風。呢一個呢係一個137平方嘅精裝4房2衛。咁呢個兒子呢都係做咗一個入門嘅位置，做咗一個鞋櫃喺度。咁呢就方便出入嗰陣方便換鞋啦。咁嘅廚房嗰邊呢，其實呢邊打開嗰邊窗仲更加之通風，啲風吹得拂拂聲。哇！小心！哎呀，太大風！然之後仲有我哋嘅餐邊櫃，個兒子都已經做好晒㗎啦，同埋啲燈呢係都可以遙控嘅嚇。咁呢都仲有我哋一個裝飾櫃喺度啦。呢邊呢就有一個臥室區域，一共呢係4個房間。咁呢客廳嘅洗手間呢就做咗一個光濕分離嘅。咁呢啲房間啲燈呢都配得幾靚下嘅，然之後呢啲房間都比較闊落。正常擺1.5米床呢係冇問題嘅，同呢啲房間擺2米床再裝埋個衣櫃都 OK 嘅。咁呢喺呢間屋啲裝修質量呢各方面嘢呢都非常之 OK。仲有我哋個主人房嘅衣櫃啦，咁呢做得都係比較靚仔嘅。咁呢都已經包括我哋個床頭櫃都已經做好晒啦，仲埋我哋個感應嘅燈。咁主人房呢個窗台呢邊望出去呢，亦係望住我哋一個別墅景觀，而且呢仲係電梯個高層，所以呢冇任何遮擋，真係非常之靚啊！同今日呢間嘢137方4房2衛，總價只需要118萬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嘅歡迎喺後台私信我，帶你實地睇房。多謝。